牛我妹做鸡鋪，愛講乜嘅咧？我去吃飯媽祖宮，拜六嘅日，我老屋企人鄉下去園林富美吃飯媽祖宮，我到沙來到嘅下冇乜嘅日，我老爺愛先來拜媽祖婆。行到阿妹念保佑福家人出入平安，身體康健。拜好，我老阿妹天天的在嗰邊行了，也為唔是收金子哦，萬乃的都係老頭拜嘅氣氛，向地圖行會看到木雕、石雕、剪陽嘅藝術，行到青地背有涼亭，坐喺涼亭做得看流水，本人心肝肚有平靜嘅感覺。沙下來捱到沙，向頭前行，各處都有靜靜嘅花。阿爸看到好點油燈，就一沙點一個。這些咋按等一下嘅油燈，點好油燈，我看阿妹拿擺好嘅紅包袋，行到媽祖婆嗰邊，留紅包袋拿到香爐燈空，立三下，我也愛同我留媽祖婆講，去轉起嚟，講好。阿爸去家嘅三輪車，來到門口，再捱到轉起嚟。什麼日？等我講下，愛記得打開小鈴鐺嘅，聽日按讚分享哦。